所有喺照顧父母嘅討好啦，同埋內耗，都係因為你用咗執念去擔起一件根本擔唔起嘅責任。爸爸講一句，人哋仔女日日都會喺身邊陪住嘅，你個心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啦。但只可以笑笑口咁話係嘅。阿媽因為你整嘅餸唔啱口味，即刻對你黑面，你只有轉身偷偷地咁喊，仲覺得係自己唔夠孝順。你驚父母失望，驚親戚講閒話，驚俾人扣上唔孝順嘅帽，所以你不斷咁妥協，用盡咗自己嘅方式去換取佢哋一個滿意嘅眼神。你唔敢話攰，因為你將佢哋嘅情緒當成衡量自己價值嘅唯一嘅標準。你嘅內耗就係你嘅身體喺度罷工，喺度警告你。而呢一條討好之路嘅盡頭，其實就係崩潰。咁點算？要睇你嘅能力。咁但係呢個能力咧，唔係叫你更加去任勞任怨啦，而係叫你學習點樣將自己放入一個需要被照顧嘅名單入邊。你要做嘅唔係一個完美嘅犧牲者，而係一個有血有肉可以持久作戰嘅守護者。明確話俾自己知，我可以提供嘅係可以持續嘅照顧，而唔係無限嘅順從。你嘅責任係保障佢哋嘅健康同安全，而唔係為佢哋嘅每一種情緒負責。我一直覺得孝順嘅核心係愛，唔係自己嘅獻祭。真正健康嘅父母同子女嘅關係係基於真實，而唔係一個一味嘅討好。當你允許自己偶爾唔孝順，你係可以持久咁樣笑落去，放下滿分仔女嘅執念，接納一個可以考試80分嘅自己，剩低嗰20分係你活落嚟嘅氧氣，係一個你可以陪佢哋行得更遠嘅所有底氣。